心啦，做心眼啦，叫小朋友做都叫他学的鸟的人了嘞。好飞鸟给那我老谁？飞鸟去上上都学习惯。不能不把那个毛长了，给那些。 我就是说在一年教会学的时候给，那个看了我不记得也不是去了，这个时候东西哪没有？好了，